每個月我都會試用好多嘅新品，但唔係每一件都可以留得低。今次幾件嘅新品，有啲真係好驚喜，係令到我想即刻開鏡分享，一齊睇下邊一啲係我今個月用到停唔到手嘅真愛。我哋開始啦！首先登場嘅係我一用傾心嘅底妝新寵 YSL 行事亮肌修護粉底液，不論佢嘅質地、功效定係妝感，都令我非常滿意。佢最吸引嘅地方係足足含有78%護膚精華成分。雖然有咁多嘅精華，你可能會以為佢嘅質地會介乎乳霜同埋膏狀之間，感覺滋潤黏立，但係佢反而係輕盈嘅液體乳狀霜，具備咗極高嘅延展性，用上面係非常絲滑，冇乜嘢負擔。今次我收到嘅顏色係 LC1、LN1 同埋 LN4，呢三個顏色都係偏向高光澤感。LC1 係全系列最白，帶少少嘅冷調，而 LN1 同4嘅深淺其實差唔多。對比之下 ，LN1 偏紅少少，而 LN4 係帶少量嘅橄欖色調，屬於自然暖調。由於 LC1 對我嚟講係偏白咗，所以我混合咗 LN1 嚟到去用。大家上妝嘅時候可以留意，我嘅手法係將邊緣嘅位置印貼，面中就輕印，咁樣可以更加好去保留佢嘅遮瑕度。喺眼底嘅位置，我會盡量用最少嘅粉底液，咁樣做嘅目的就係為咗一陣上遮瑕嘅時候唔會咁容易卡粉或者出紋。佢係屬於中度遮瑕，但係非常貼膚，妝效係高級嘅緞面光澤，唔會過分閃亮。大家睇下佢對我嘴角暗沉嘅修飾做得好到位，完全做到佢官網所講嘅均勻透亮、完美膚色。我認為佢特別適合混合性至乾性嘅皮膚。接住落嚟呢一支係我近期嘅修容新款 Make Up For Ever 多用途換妝棒，即係呢一支多功能筆，可以用喺面、眼同埋唇度。佢係採用奶油嘅質地，可以輕鬆疊加顯色度，無論大膽嘅妝容定係低調日常妝都可以輕鬆駕馭。呢個系列有兩種嘅妝效，半霧面同埋珠光，大家可以按需要嚟到去揀。我特別中意佢呢一支432帶灰調嘅陰影色，大家睇下上面質地係非常柔滑，呢種嘅奶油質地好親膚，好好推，你完全唔會見到一笪笪嘅色塊，就算不停疊加都唔會出現唔均勻嘅情況，所以新手都係好容易拿捏。加上佢嘅顏色係帶冷灰色調，做出嚟嘅妝感似足真實嘅陰影。除咗兩側嘅腮位，我哋亦都要將修容帶到下顎線呢條 line。冇修容呢一邊，條輪廓線係好模糊嘅，但係加咗之後，成條輪廓線即刻勾晒出嚟。你見到有同冇加嘅分別係爭好遠，絕對係修飾面型嘅關鍵步驟。講完底妝同埋修容，我就用翻佢哋 HD Skin 系列嘅遮瑕膏。佢可以用嚟遮蓋眼同面部嘅瑕疵，佢有連埋一個掃頭，佢有少少嘅黃色液體喺度，因為呢一支遮瑕膏係加入咗護膚成分，所以用嘅時候記得先搖勻再用。佢係屬於無重嘅質感，非常容易推開。不過我就唔係好中意用呢個嘅掃頭直接掃黑眼圈，因為對於我嚟講唔夠仔細，或容易厚咗。但係要讚一讚佢1N00呢個嘅色號，雖然佢係半霧面，但係顏色夠光。呢個顏色夠光嘅優點就係令到佢非常適合用嚟做提亮色，薄薄一層已經做到修飾效果，同時唔會乾。而佢呢個嘅掃頭，我反而會拎嚟處理面上大少少範圍嘅瑕疵，例如鼻翼、嘴角，咁樣我就覺得好好用啦。大家見到我都會用佢嚟掃鼻梁位置做提亮。題外話，如果你出街攞嚟補妝嘅話，真係勁方便，因為你唔需要用手指去掂塊面，又可以大小一樣嘢啦。定妝我會用 YSL 行事輕透油霧蜜粉，佢有90% 天然成分配方，佢嘅質地係極致輕透，所以無論喺眼底紋路明顯定係毛孔大嘅位置都可以用佢嚟定妝。用呢一種保濕為主嘅蜜粉，定妝之後就冇咁容易顯紋，仲可以幫助撫平紋路㗎。到眼妝嘅部分，我先用 Make Up For Ever 持久眼線膏，佢嘅顏色超濃郁，用嘅時候非常順滑。如果要用到一啲極度顯色嘅眼線產品，我第一時間都會諗起呢個嘅品牌。呢個系列有6個顏色嘅選擇，有啞色同埋金屬光澤兩個質地，當中有一個07號色，佢係漸變㗎，非常之特別，我都好有興趣試下。日常妝我哋可以將黑色同埋啡色混合利用，佢嘅色非常之實，就咁點一點嚟到去用已經好出色㗎啦。大家睇，淨係畫內眼線已經好大分別，記得眼頭都要畫埋，咁樣就可以令到雙眼即時放大。由於佢質地好順滑，畫嘅時候非常流暢，所以修尖眼線尾都好聽話。
之後我用咗 So You Mula 同新加坡藝術家成聯嘅眼影盤，呢個系列嘅顏色真係好特別，將充滿未來嘅粉暖色同埋夏日氛圍完美融合。呢個系列除咗眼影，仲有碎粉、唇膏同埋卸妝油噶，大家可以睇埋佢其他嘅產品。我手上呢盒嘅眼影盤係淡紫色暖調。首先我會將呢兩個嘅顏色混合打底嚟用，令到眼窩更加立體。再拎帶有少少珠光嘅粉色，輕輕印喺眼皮嘅中間位置，會令到眼妝即時睇起上嚟冇咁沉悶。接住就係放大雙眼嘅關鍵，畫翻我搽下眼線嘅陰影位，我會掃上呢個帶少少紅嘅顏色，自然啲，亦都增加眼妝嘅層次感。最後搽埋睫毛液，眼妝就完成啦。接住我用咗韓國品牌 Clinique 嘅產品，佢哋嘅美妝產品基本上都蘊含住唔同程度嘅閃爍元素，佢哋嘅胭脂、光影粉、光影棒、光影液，每一款都會有唔同嘅光感呈現，選擇非常豐富。喺今日嘅眼妝上面，我就用咗光影粉02同11號混合嚟用。如果日妝單用02號，佢嘅閃度係有啲誇張嘅，所以我就混合咗帶珠光嘅11號蜜桃色嚟到去用，令到成個眼妝望落去更加活潑，更加有層次。不過有一個小失望嘅分享，我將佢呢一個烘焙珠光胭脂掃喺鼻頭嘅時候，佢係會顯毛孔㗎，所以大家如果用喺毛孔比較明顯嘅位置，就要小心處理啦。嚟到 Tarte 嘅胭脂膏，佢哋嘅彩妝我一直都好中意，今次新出嘅胭脂膏都好有驚喜，佢非常之濕潤柔滑，顏色出得好靚，推開後嘅顏色非常自然又顯色，記得要輕手慢慢印，用粉撲上嘅話就更加好拿捏。佢推開之後同底妝自然融合，冇明顯嘅分界，非常之持久。唇部都用得㗎。另外我都加咗 Clinique 嘅 Highlighter 俾大家睇下單用嘅效果。佢係一個偏自然嘅珠光光影色，我覺得上鏡係啱啱好嘅。到唇妝嘅部分，今次有幾支我都好想推介俾大家。先嚟試下 So You Mula 嘅限量版唇膏，佢採用咗專利嘅閃耀珍珠技術，結合色彩持久技術，上嘴係有明顯嘅飽滿水光效果。另外呢一支唇彩就偏向日常，顏色非常自然，同今日嘅眼妝非常配合。嚟到唇妝嘅重頭戲，呢個係我非常期待嘅組合，就係 Tom Ford Beauty 嘅黑金細管亮澤唇膏。佢嘅管身超有質感，拎上手係一種嘅享受。先嚟試下佢喺手上嘅顏色，之後疊加唇彩，佢嘅顏色係帶少少嘅啡色，可以令到唇妝錦上添花，變得更加清透。試上嘴睇下，支唇膏頭做得好細，令我可以好仔細咁去勾畫唇形。大家睇下，單用已經有一種豐盈嘅水光感，而家會疊加黑金鏡面唇彩，唇妝即時變成水晶鏡面，完美遮蓋唇紋。同時亦都令到原本好粉嘅唇色帶翻少少暖調，好有秋冬嘅感覺。佢嘅百搭性好高，加喺咩唇色上面都好靚。最後我想講下 Bobbi Brown 限量版嘅雙頭持久原彩眼線筆，佢有啞光同埋亮光妝效，一支筆可以完成眼部底妝或者眼線、眼影同埋提亮，而且佢係極致柔滑嘅膏狀質地，唔使化妝工具都可以輕鬆暈染同埋疊加。如果係打底用，就要趁佢未乾嘅時候快手推開佢，因為佢隔一陣就抓得好實，特別適合一啲好中意好顯色同埋眼妝容易溶嘅人。我冇用 eye primer， 就咁單用都好持久㗎。呢個月真係有唔少嘅新品帶嚟驚喜，每一件都係我認真試用過，覺得質素出色嘅產品。呢幾件已經成為我化妝台上面嘅新寵，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真心好用嘅新品。中意影片嘅內容可以點讚訂閱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，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